呢一節我哋會透過兩個例子去睇下英殖統治底下華人同埋土生葡人係點樣獲得文化上嘅英國身份認同，同埋佢哋獲得呢個身份認同之後面對住啲乜嘢嘅問題。好多研究殖民史嘅學者都有指出，教育係歐洲殖民者用嚟延續自己殖民政權一個好重要嘅工具。透過提供殖民教育，統治者可以栽培、訓練一班被殖民者去為佢哋嘅政權服務。佢哋亦都希望透過教育去增加被殖民者對於殖民政權嘅向心力，壓抑一啲不利殖民統治嘅可能性。香港殖民地政府其實都有意識到教育對於維護英國喺香港嘅統治有幾咁重要嘅力量。其中一個例子就係1911年建校嘅香港大學。港大其實由第一日開始咧，已經講到明佢哋係為咗推進大英帝國喺中國嘅利益而建成。當時其他好多歐美嘅帝國啦，佢哋會透過喺中國辦學，甚至日本嘅大學亦都吸引咗好多中國嘅學生去讀。透過辦學，列強可以喺中國擴張勢力，所以英國人就諗啦，我哋都可以喺中國嘅殖民地香港去辦一所大學，去抗衡呢啲其他嘅外國勢力。促成港大建校嘅港督盧吉，其實佢好希望透過吸引中國嘅年輕學人去香港大學讀書，接受英式教育，去訓練出一班會欣賞英國文化體制、接受英國經濟影響力嘅中國人。佢希望等到呢一班學生畢業回國，翻去中國政府做嘢嘅時候，可以將英國勢力擴張，令到英國政府、英國企業更加容易喺中國獲得利益。所以喺1912年港大正式辦學之後，政府官員同埋辦學者有精心咁樣去設計大學嘅學制同埋校園生活，以求令到喺港大就讀嘅華人學生喺接受英式教育底下，亦都可以獲取知識，同時會欣賞英國文化體制，極力防止佢哋受到中國民族主義思潮嘅影響，以免佢哋太過激進，反抗英國帝國主義喺中國嘅影響力。的而且確，我哋會見到港大學生係比較西化，甚至有啲同學咧，其實會批評話：點解我哋港大嘅學生會咁崇洋嘅咧？喺1925年，上海發生咗5·3慘案。喺上海租界入邊，有工人學生組織示威。當時咧，英殖警察嘅指示之下咧，曾經向示威者開槍鎮壓。慘案過後，中國國內嘅民族主義高漲，反帝國主義特別係反英嘅思潮席捲全國大學，激發好多中國內地嘅大學生走上街頭，去反抗英國帝國喺中國嘅擴張行為。相反，我哋去返香港大學嗰度睇下，其實好多港大嘅學生咧都好保持冷靜，冇喺呢件事上邊話做啲乜嘢啊，去組織示威、參加示威。咁甚至乎咧，當5·3慘案之後激發起省港大罷工咧，佢哋亦都冇組織乜嘢反英運動，甚至喺省港大罷工嘅時候咧，佢會選擇去幫港英政府手，去醫院度照顧病人。咁但係咪代表呢班學生對於佢哋嘅華人身份同埋對於當時嘅中國係完全冇感覺嘅咧？咁又唔係喎。譬如喺1927年嘅時候啦，我哋會見到有一個學生寫咗首新詩去講 China My Country， 表達對於中國嘅愛國心。1940年正值日本侵華之際，亦都有另外一個港大學生同佢嘅同學呼籲社會需要你，國家需要你。所以喺唔同嘅時候，其實一班港大嘅華人學生咧都有表達出自己對於中國嗰個感情係點樣嘅。呢啲例子其實向我哋揭示出英國殖民教育點樣向呢一班華人學生灌輸咗英國文化嘅身份認同，影響住呢班華人嘅文化同埋政治身份取向。佢哋一方面會覺得中國係佢哋嘅祖國，但係同時亦都欣賞甚至擁戴英國文化同埋統治理念。班學生咁做唔單單只係為咗生活上嘅便利。佢哋選擇着西裝，選擇用英文名，為自己受英國教育感到自豪，甚至乎選擇企喺英殖統治者嘅一方。
呢啲話俾我哋知，佢哋係自己選擇擁戴英國身份認同。但係另外一方面，由佢哋俾同學批評佢哋崇洋啊等等，我哋都會見到港大學生喺得到呢個英國身份認同之後，佢哋面對住啲咩難處？非白人居民喺獲得英國身份認同之後面對嘅難處，我哋可以更加具體化咁樣喺土生葡人嘅經歷入邊睇到。好多土生葡人父母為咗令佢哋嘅子女有好啲嘅工作機會咧，係會主動咁樣去揀將啲仔女送去用英文教書嘅天主教學校。譬如話最出名嘅例子就係聖若瑟書院同埋喇沙書院咯。喺呢啲學校入邊，除咗授予佢哋知識，其中好重要嘅一環就係培養學生嘅公民素質同埋國民意識。而呢一個國當然就係大英帝國啦。咁所以學生係接觸到大量嘅英國文化同埋作為一個大英帝國一份子嘅公民意識。經過好多年嘅校園生活，其實好多土生葡人慢慢亦都意識到自己唔單止係香港嘅土生葡人，更加重要嘅係佢哋有英國身份嘅香港人，有英國身份嘅土生葡人。到佢哋畢業投身社會之後，佢哋亦都因為覺得自己係大英帝國嘅一份子，係一個香港人，佢哋會好積極咁樣參與社會同埋其他公民事務。譬如話有啲會去做輔警，亦都有好多去參與呢個義勇軍啦。有啲中上層嘅精英更加係會積極投身公共事業同埋參與政治。譬如一個我哋比較熟悉嘅例子咧，就係 J.P. Braga 布力架。J.P. Braga 曾經係潔淨局即係 Sanitary Board 嘅局生，後來更加成為立法局入邊第一個土生葡人議員，同埋係第一個喺香港出世嘅土生葡人會接受英皇授勳。但係獲得呢啲英國身份之後，喺香港嘅土生葡人其實都面對住兩個困境。首先就係佢哋仍然受到種族歧視政策嘅影響。因為佢哋係土生葡人，有混血背景，佢哋冇被視為純種嘅白人，好多時佢哋嘅英籍身份咧，因為咁冇被殖民政府承認。好多土生葡人會發現，就算佢哋受過高等教育，有好好嘅 quality 都好啦，好多時出到嚟做嘢咧，啲高階啲嘅職位其實都係留翻俾英籍白人做。另外一個例子就係一個喺港大醫學院畢業嘅土生葡人醫生。Eddie Gozzano。Eddie Gozzano 雖然係喺香港出世，即係話佢一出世就已經有英國國籍，但喺佢嘅回憶錄入邊，佢有提到佢呢一個英籍身份係被殖民政府去忽視嘅。1939年畢業之後 ，Eddie Gozzano 走咗去政府醫院度做外科醫生。Eddie Gozzano 雖然有英國嘅國籍，但係因為佢有土生葡人背景，政府竟然將佢界定做華人醫生。作為一個外科醫生，因為佢被界定係華人醫生，佢嘅人工咧其實係比起佢一位嚟自愛爾蘭嘅同事，一位麻醉師，佢只係佢呢個同事人工嘅1/4。當殖民政府唔願意承認土生葡人嘅英籍身份嘅同時，其他土生葡人又會覺得喺香港嘅呢一班土生葡人已經係背祖忘宗啦。因為原本多數土生葡人嘅母語咧係一種叫 Patois 嘅語言，土生葡語。但係自從20世紀初，由於喺香港嘅土生葡人好多都係喺香港接受英文教育啦，慢慢佢哋變得淨係會講英文啦。好多已經唔識講土生葡語，又或者唔識睇葡文。語言使用嘅改變，同埋呢一班土生葡人開始接受英國國籍，接受英皇授勳，變得越嚟越具備英國文化身份認同嘅呢啲行為，就會令到澳門政府同埋喺澳門嘅土生葡人族群覺得香港嘅土生葡人背棄咗佢哋自己嘅葡人 heritage， 會對佢哋有好多冷言冷語，甚至公開嘅抨擊。呢啲正正係揭示到俾我哋知，被殖民者喺獲得英國身份之後，要面對住啲乜嘢嘅問題。為咗可以喺殖民地生存，華人同埋土生葡人會透過唔同嘅方式去取得英國嘅身份。英國嘅身份對於佢哋嚟講，唔單止係一個國籍，係一個國民嘅身份認同，係文化上嘅身份認同。呢啲 identities
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同佢哋本身種族文化可以共存嘅一種身份認同。好多時大家都會忽略咗 identity 身份認同呢樣概念，其實係可以共存，唔係一個非常單一化嘅概念。譬如殖民政府嘅官員覺得一個人一係就係華人，一係就係英國人㗎啦。如果佢種族上係華人，咁佢冇可能真係係英國人嚟㗎。但係對於澳門嘅土生葡人嚟講，佢又覺得香港嘅土生葡人自己接受咗英殖啦，佢咁英國化，咁佢就唔應該覺得自己係土生葡人啦。其實呢啲故事好值得我哋今日去借鏡，去諗下我哋可以點樣打破對身份認同嘅二元思考框架，去明白 identities 唔係一啲非黑即白嘅概念。